阿英，阿英，阿英，哎呀，哎呦！感谢布袋回收啊！赞！我就知讲阿姨一定会好起来，一定会好起来啦，对吧？好。出卖你的。恁两个哦，逃走出来，搁退人过门，真正是饲鸟死假布袋。上。在，出来先嘞！我要拖我千年灵芝，你要你给我打掉是什么意思？无得使，既然千年灵芝会用救人，安尼你就做一款好代志啊，这一款功德，人讲救人一命啊，看也值千年的称赞。既然你是出家人，这道理你应该知影啊。你莫甲我讲遐多啦，千年灵芝对我美丽是有偌重要，你知影？不管怎重要，袂比救人较重要啦。而且千年灵芝已经炖做药哦，阿用食去啊。你要讨嘛袂赴啊？我安尼啦，看偌济钱，阮钱赔你嘛，好。这毋是钱的问题嘛，千年灵芝是无价之宝，你要出偌济钱，我嘛无要买啊。布袋使啊，头我生日已经甲你讲过啊，千年灵芝哦已经订做药互阿英啉去啊，你即摆要讨转去啊，嘛袂赴啊啦。哎呀，真可怜，我应该死哦。恁两个哦，是我的徒弟，绝对向你讲话，甲输得去。吼，恁这样解，强无抢到我的千年灵芝，我绝对袂帮恁耍。哼！阿弥。一心，打坐的时候要摒除一切，心无杂念。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啊。胖师兄，我当然知道啊，但是我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是没有办法定下心来。每次我快要入定了，就是要杂念的纷扰，让我无法专心。什么事让你这么牵挂？老是会想起陈荣跟金凤他们一家人。陈荣的毒已经解了，身体也恢复健康，你的功劳不小。只是布袋师难免对你不太谅解。救人一命是好事一件啊，布袋师啊，他其实是应该了解的，只是他太执着于弥勒寺的重建，别的事他就没有办法看清楚啦。布袋师是自己被自己蒙蔽，希望他不要太钻牛角尖才好。打哈欠了，爱困了，幸好不是打喷嚏，我可不希望这么晚了，再有什么事情发生呢。胖师兄，那我睡觉喽。一觉到天亮，天下就太平。晚安。阿英，我订一个莲子汤要互你啉，过来啉啊，对身体真好哦。莫看书啊啦，来。唔免啦，我已经拢好啊。也是你啉嘛，你若是身体健康，这退我生一个肥肥好生。你哪会安尼啊？咱好心要订汤互你食，你哪会讲对生囡仔去啊？我插你啊啦！啊，你是阮某呢，你若是无退我生，啥物退我生啊？你搁讲。来，我饲你哈，来，饮一喙。你啉。人好心订互你啉的呢，你啉啦，哈，乖，来。你先啉啦，你若是无啉，我是袂啉啊。起码你会使食哈，来。
阿英，你中毒以前，敢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？你有看到像下毒的无？无呢，我无看，唔知呢。啊对，这婚嫁代志，唔知有新的发展无？即马拢无新的证据，关老爷嘛毋敢证实定继父的罪，至少伊相信讲郭子下毒的人毋是继父啊。好佳哉，古子去用下毒的时阵，几乎是关喺家牢内底，也若无，唔知佫要受到什么侮辱啦。小等下吼，你个店顾好，我赶饭来看继父啊。我来去就好啦，我足久无看你啊。安尼嘛好，毋过你去的时阵哦，爱顺续摕一寡药仔予伊。听讲伊即几工火气较大，喙齿就疼咧。我随来甲庙啊，饭菜哦，你去传好势，我赶来去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甲服务员，你应该皈依出家。你要叫我食菜做和尚，无可能啦，师傅啊，我已经娶某呢，无可能做和尚啦。你所娶的家后是一个化身人形的千年妖精，恁会做翁仔某，这是孽缘啊！师傅啊，拜托莫咧遐讲耍笑啦，我要赶时间，无闲听你讲过啦。施主，请你听我讲一句，你的前世是一个和尚，因为犯着色戒，所以今生呢，都要再入佛门，重修前世佛缘。什么前世今生，妖精一言，我唔相信啦，我无时间听你后白讲。你袂用去无信，你的家后偷摕阮美丽寺的定时灵芝，互你食落去，这都是佛缘之一啦。你中毒遐尔深会当化解，这嘛是美丽佛祖甲你救的啊！阿英啊，这布袋赛是要甲你讲啥？啊无啊，伊叫我放杀金凤，食菜做和尚呢。啥？哎呦，布袋赛安尼敢对？啊，你要抢生理哦，啊要收徒弟，唔免用这步的啦。人因翁仔某啊是汤干蜜张火溜溜啦，人家你是凭什么要破坏人的一面啦？这是孽缘呐，因某是妖精。你讲啥？妖精？布袋赛，我是尊重你出家人的。啊，你若搁讲阮客查某囝是妖精哦，我就讲你野干净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罪过，你若知影罪过就好。原来像你这般卡笑吼，一灵芝提出来救人，啊，搁唔甘丢丢，煞落要收人做徒弟，啊，就讲人的某是啥物妖精哦。哎呦，但你道行是收去倒去啦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安偏偏出家人，要你甲阮阿肥就差多。阿英啊，啊你看这时要去甲恁姐夫探家哟。阿英，你袂使安尼啦，哪有查甫人替查某人西装打扮的？若是去外口的人看到，会互笑。还是我的水某呢？我替我西装打扮，是啥会管的啊？佮再讲，在你的世间上，我干那替你做尔。为啥物嘞？因为啊，有神鹿般的美貌。真是的。我还会记得，头一摆在街仔路拄着你的时阵，我就为你的美貌较气势所袂。我到即马还搁咧怀疑，你到底是人，也是啥？也是神鹿啊！我是啥拢好，只要你心内真正介意我，我是啥物拢袂要紧。我今日在街仔路
有对着报地使呢。你定无报地使啊？啊，有对你安怎无？无啊，伊无对我安怎？啊，也毋过，伊有甲我讲一寡奇怪的话。什么奇怪话？伊讲你是后生。伊讲我是妖精啊！啊，你有相信伊的话无？我当然嘛无信啦，也毋过伊若讲你是仙女，我就信啦。人对你遮尔好，你若是相信伊的话，相信我是妖精，安尼我就足无价值了。是我好牵手，嘛是我心目中的仙女。管别人安怎讲你，我永远拢爱你。阿英，我一世人拢要甲你斗阵，我无爱离开你。阿英，金凤啊，你哪会知影？这有遮尔济药草的？这药草遮尔芳，闻嘛闻会着啊。后摆若是挽药啊，你拢爱陪我来啊。啊无，我甲老板几工，嘛挽无两药。人做无爱咧，才陪你一遍，你就好款。小公，你想到哪位啊？我回来。是查甫囡仔，男主啊，大队干背个。你给了啊？我帮你包。你家己做饭啊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我会等下煮互你食。我的菜拄啊，要做一猪肉，还佮笋丝，拢是你爱食的呢。小公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每一遍发作，伫个痛苦的时阵，你拢无爱互我知影，嘛无爱互我看到。你安尼做，只是互我更加痛苦，你知影无？知道。你无必要为着我这个残忍破想的人，受伫个这，耽误你的青春。小公，我已经是你的人啊！我一世人拢要和你斗阵。就算讲你是破想，我嘛永远爱你。爱我？为啥？其实咱两个人，拢互相无咧爱对方，你也一直咧爱你的姊夫。啊，那我呢？
头姊妹拢将你当作佚佗物啊！这阵，但你再煞以后，你骗我，你有爱我，要若无，你袂为我受苦，为我后腰自杀。莫讲我，我已经是一个活袂久的废人了。你真是好苦的。小公，你莫失志。我甲你讲，我已经知影讲咱下的毒是安怎互化解啊。我用的毒，也别人化解。顶一遍古子的毒是布袋和尚用葫芦救命炉化解，这遍我用全四川贵州云南同强同重的毒来对付阿英，想袂到伊运气真好，唔知去对甲另外一个和尚偷摕1000年的灵芝来化解，却又好起来。无差赢互我遐个毒。1000年的灵芝，能化解咱西南第一毒。听讲会当解百毒、治百病。那呢？我的身躯，我的面，我的手，只要会当得到1000年的灵芝，你身躯的毒就会当化解啊。可能是佛祖同情咱，予咱这个机会。小公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找到1000年的灵芝。你等我的好消息。我唔相信，我真正唔相信。我已经冻到这么深，这么久，规个面、手都已经破相变了。我唔相信讲天下间还阁有啥物仙丹妙药会当治我的毒。就算讲我的体内的毒会当完全清出来，我的面、手。已经烂到呢，我的后半世头活着，还有啥物意义呢？小公，你莫遐尔失志。你莫阁背负神经，若是去过你家己的生活，就伫遮甲我做伴，这对你是无公平啊！公平？什么叫做公平？咱两拢做伙破相，是不是就公平啊？怡龙，你要创啥？你免管我。怡龙，你来这尔讲嘅，我不准你伤害家己。你唔甘我受伤，你可是爱我对吗？你可是爱我对吗？你讲啊！你讲你爱我啊！小公，你相信我。我爱的人是你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认真为着要起美力士，建设经费不足，今仔想要甲施主结缘，请施主捐助善款。阿娘，云凤，你转来。云凤，这位师傅要来化缘，阿娘带代志要出去，要交互你招呼吼。好。师傅。阿弥陀佛，认真是布袋和尚，请施主捐助善款。捐款会用一啦，要毋过我有一件代志，想要和师傅参详。什么代志？请讲。阮相公中着奇怪的毒，到即马拢袂当化解，是毋是会当请师傅送阮1000年的灵芝，来治阮相公的病毒？那甲迄拢共款。师傅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妖精的化身，根本就不应该甲凡人做夫妻。师傅的法眼果然厉害，也毋过我的元神本命已经失落，我即马和凡人共款啊。妖精本来就不应该留伫人间兴风作浪，你为情所填，又搁甲东家联手毒害无辜，罪孽真重哦。师傅，我求你回溯1000年的灵芝，要解阮相公的毒，你甲我讲这是要创啥？恁相公的毒，用我的1000年灵芝，确实应该解毒，可惜
灵芝已经去用抢去啊？敢讲拢无啊？千年灵芝天下敢若这丛尔，敢有其他的办法？无一定找得到，这要看恁相公的做法咯。多谢师傅，我愿意用阮相公东丽公的名，捐100两银，小天互你气味落死。阿弥陀佛，感谢施主。人去啊！人去啊！哎呦！人去看，啊，光头白日，你来后面啊？你是要来抢劫哦？歹势啦！你若要来抢吼，阮头家无伫，我无锁匙啦。我是要来互大家看。哦，安尼啊喂，你要来看病，太着去后面啦，你甲我惊死个！来底请，来底请。你命上真乱，五脏六腑拢中真深的毒，你是倒会中毒的？要安怎治疗？这样深的毒，就要千年灵芝才会当治疗。也毋过，阮店的无手管药材啊。都有。五味山的灭的洞，阮还有一丛，也毋过已经引去啊。即马我嘛毋知影倒位有呢。你从何去找？你要去灭的洞哦？我嘛是听人讲的啦，我嘛毋捌去过。你听我！我真正毋知影位啦。看病就看病，你大家动手啊！咱敢若火烧猪头皮，面色咧，敢若你都捌看过哦。哎呀！哎呦！我着送你外口走。你安怎砍头砍面？我嘛是认得出你就是董少爷。啊，无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为什么要三番两次下刀害人？佮遐尔好打，敢亲门大户，来阮当年长了乱。我若毋是看在阮小妹银行的份上，我早就将你碎尸万段了。你即马去伊家门投案，承认以前的洞拢是你下，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无要放我煞！我本来就是一个活无偌久的人啦，死对我来讲嘛无啥物可怕。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我老实甲你讲，我已经中毒了。我的体内对五脏六腑开始烂，烂到我的面，烂到我的手，我免等官府来甲我抓，也活袂过今年咯。我拢是为着银行，这拢是你阿某害我的。我今日中毒这么深，我去东林洞，最主要的目的，嘛是要甲恁讨淡薄仔灵芝，来减轻着我体内的艰苦。我安尼做，敢有啥物过分哟？你是咧讲什么笑话？恁东大是练毒的世家，你东公主会中毒会破相，我唔相信。你分明就是咧找借口，盗骗责任。你若唔相信，会当去问你小妹。银行伫倒位？阮兜的顶仔厝。我真想要见银行一面，也毋过我甲你警告，你上好赶紧去家门投案，若无我是袂放你煞。为着银行，我啥物都拢看无啦，啥物都无看在眼内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师傅，你请坐。请啉茶。我迄摆来看小公有伫的无？阿弥陀佛。小公，银行，银行，你哪进来啊？啊，你是？
姚姐，请你冷静下我。免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师傅，这是什么代志？头头我请你灵芝的，就是这个姚姐。伊是阮阿姊金凤呢。是啊，敢讲这位就是董施主。在下董立功，请师傅开示。小公，伊就是布袋师傅，是千年灵芝的主人。我特别请师傅来看你的病。这种毒，除了千年灵芝以外，实在是想不出，还佫有啥物其他的仙丹妙药，通好治疗。师傅，那你是要安怎？峨眉宫顶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吉祥宝地，我登山顶以后，才佫找看觅，还佫有啥物妙药。若找到，算伊幸运；若找无，就顺其自然啦。我先过世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！金凤，金凤，你是安怎是？金凤，金凤，你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啦？我是叫无力使拍了。喂，金凤，金凤，阿六呀，紧去抓一条上药啊！金凤，金凤啊，金凤。这条药啊，全伫内伤，我知影你惊苦，我扛足侪冰糖，袂苦啊。来，趁小啉。我想吼，搁两贴滴入边，就会好哩哩啊。有较好啦？你有较快活无？有啦，我好较好啊。啊，听人来讲，你去叫什么后面怪客，啊叫我受伤转来，我想较严重。阿姊，我袂要紧啦，阿英都有专伤药啊，互我啉。我想我真紧就好啊。金凤诶，迄个后面怪客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听人咧讲，敢若是东家的少爷董立功是？我不了，一定是伊的啦。我今日看伊咧眼神，遐咧凶恶、邪气吼，伊就是毒酒肉酱吼，我共款会认的啦。若毋是你新作出来吼，迄颗白面啊，我就甲斩起来送互官府啊啦。阿妈，你讲的迄个白面呢？是不是就是来咱店的下毒迄个人？我唔对，绝对是伊。何人结果心乱？民府钱宝珠，大夫申冤，请大人明察。你丈夫是何人？关老爷，阮翁吼就是东林堂药铺的头家钱良啦，就是互你这糊涂的关老爷吼，无阮请王做壁，该受压，关得要大落来。你讲阮翁伊有头死病人，但是你也无证无据啊，是安怎甲伊关起来？啊，你明明就是枉屈伊嘛，公正枉法，敢安尼定心？大大刁夫，在广东上胡言乱语，将伊先处骗。慢者，关老爷，你骂我是刁夫，也毋过我认为，我这个刁夫比你这个糊涂的官官好过落倍。你这个刁夫啊，你也敢骂本官？来人啊！在，将伊当拍。是。大妹，什么人敢搞？啥人敢拍我吼？咱再试看卖咧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是有心的人，但是吼，你若甲拍死，是一尸两命。你若要做官司的，你敢好？你敢？还是大人你来拍我？你这个刁夫啊！啊，无你是要安怎样？关老爷，阮地有真侪靠果子，拢互人下毒。啊，啉过果子水中毒的凶手是愈来愈多。你是安怎毋去掠真正的凶手？颠倒将阮人关起来，你是存啥物心呢？刁夫啊！本官无需要向你解释。讲你糊涂无毋对啊！你安尼做，明明就是咧暗害凶手。你互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呢？你无凭无据，凭什么讲我暗害凶手呢？
因为下道的人都是你的外甥当日公。你也敢诬告当日公，公官就判你诬告之罪。来人啊！是。将伊押入大牢。是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好啊啦，你莫再行来行去啦。啊，是有啥物代志通好惊哈？若怎体力落来吼，我嘛替伊担啦。小公问一摆，若做唔到代志，你就拢安尼讲。无啊，是你伫咧做官，还是我伫咧做官？阿兄，你讲这话啥物意思哈？你唔通捡袂记的哦。你假会当做官，嘛是要用钱去买来的呢。啥物人做官，你该心内有数才对啦。哎呀，小公这摆做这个代志哦，是昨夜是过超过啦。无啊，是啥物人得势哩小？伊那就伫咧古井内就甲下毒药啊！是啥物人看咧古井内下毒药？是你亲目睭看的心？当仁当义的药铺钱少，结果身冤。个小公是下毒的凶手，这个查某人是真正，唔是伫咧好惹。啊，你唔是以诬告罪名甲关起来啊？这是宽宜之计，就需要小公出面作证，才会当开脱你下毒的嫌疑。小公若是无出面作证，若是会讲吼，伊畏罪逃走，这案件就歹办咯。咱莫要为难小公，我袂互伊在正人面头前，互人看到伊的面啦。为什么？伊去爱着一个来路不明的查某，因为着这个查某来食毒自杀。虽然我有摕解毒药仔互伊食，但过毒素根本就无完全治疗，伊的面也一天一天来烂，而且伊的性命也剩半年了呢。真是有这款代志，我哪有需要来骗你啦？小公生都这么缘投，天公伯是安那样安尼伫咧责我？阿兄，你是小公的亲阿姑，你爱救伊。你是要叫我安那样做？阿兄，小公已经有够可怜啦，即马个人要告伊是下毒的凶手。哎呀，那做你应该真清楚啊！你要叫我赚钱良钱少？无唔对，当年当药铺的人，因为着要赚钱，无顾到乡亲的死活，3更半暝伫咧古井内下毒。第二天早起，中毒的人再去药铺看病买药啊，因赚一款无良心的钱，搁将这罪名诬赖咱小公，因当然是爱判死罪啊！无唔对。我就照你的意思，判死刑。金毛诶，我跟你讲吼，后一摆你若来看的时阵吼，会记照相爽，你要甲我巴肚内囡仔吼，穿几领鞋仔衫。啊，姊妹啦，衣仔衫我会替你做。袂用的啦，我家己的囝吼，一针一线，爱家己听。阿姊，安尼唔好啦，你关喺笼仔内，搁咧做啥？人看到会目孔赤。讲你遐尼遐歹，关喺笼仔内，搁遐尼享受。迄只毋是咧，我即摆有心啊对无？啊，我伫咧笼仔内吼，啊一针一线，啊伫咧听个鞋仔衫，那毋才会感觉哦，我人足可怜，毋才会同情我，讲我是冤枉的啊。水某的啊，你毋好遐尼固执啦。金毛讲无毋对，咱做人爱谦虚啊。嘿，啊我即摆有怪你来伫咧遮，你有搁伫咧嫌我？你看，你就是遐尼冲动，你结果平冤要创啥？你告迄东公主嘛无路用啊，原老爷是因阿舅啊，你靠甲告嘛无效。姊夫，你莫搁接鼻仔子啊！代志就已经发生，你搁讲嘛无路用啊！即摆上重要的是，你紧想一个办法，看安怎解决这件代志啊！唉，但阮两个阿某拢关伫遮，有啥物办法通想？即嘛是敢若7月半啊，等死啊！姊夫，做你安心啦，关老爷嘛无遐尼简单就判你死刑。搁再讲，
都话毋是你下，你是咧烦恼啥？判罪嘛要有证据啊！我是惊伊屈打成招啊！阮水某即马佫大巴肚伫个，嘛袂堪要刑的啊！你放心，翁诶，代志毋是咱做的，我毋惊伊啦。迄管老爷安怎甲我拍，安怎甲我刑吼，我家己去教咧，绝对无咧招。万一吼，伊若甲我拍老体，我就吼拼来去惊死啊！告义尊，该告到底。哎呦，某你就是遮冲动，较吞忍的啦！紧叫金王开一寡钱，甲你报仇较要紧。我毋啦，我要踮遮陪你，安尼咱阿某的感情较要散。哎呦，水某的，好啦好啦，规气要死哦，死规屈啦！期待予我找到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责任。小公，食饭啊！小公，你安尼无爱食，无爱啉，对你身体唔好呢。小公，安尼啊，小公，阿娘来看你啊！伊同款拢唔肯食物件。小公，你还唔食唔啉，身体要哪牵得起啦？你即马搁破病伫的，你爱加食一寡物件，那是身体才赶紧好起来，吼。你骗我，会当我讲我家己知影，过着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，规气我较早死的好。小公，你哪讲这款的话？你敢知你讲这话，阿娘足伤心的，哈？是你逼我，这拢是你逼我的。银芳，你甲我出来外面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当年堂的钱数，搁有小公伫咧果子内藏毒。小公即马破病甲安尼，伊还阁唔放小公煞，伊根本是咧甲我作对。当林堂有破的人，拢毋是好人。伊若敢和咱作对，我绝对要互伊死甲真歹看。云芳，想袂到你的心肝比我较毒。为着小公，即马我啥物代志拢敢做。哼，真好。当林堂的钱粮甲钱数，我叫小公阿舅该两个判死刑。也毋过当林堂的人，一日袂咧甲我留来。这罐毒药你摕去，我爱当林堂的人总死。金黄姑娘，你咧找啥？和你无关系啦。你唔免找啊啦，你要找的物件伫遮。台湾小姐，我考劝你哦，回头是岸，唔通一错再错。我是错伫倒位？你想要摕这款毒药，搁去害人对无？你学袂讲，我要去东林堂找咱阿姊含欺负。你这是黑白讲，这就是你要害人的证据，那个唔是你哦。害我？害你哦！你搁想要摕这去害人哦？只要你嫌我绝对袂去害人。哼，我真唔相信你咧。小慧兄，你是安怎甲我偷摕？我这唔是叫偷摕，我知影你身躯还有这罐毒药，我只是远啊手一伸夹一个，伊就伫我的手内底啊。我求你，你害我。我若害你，你搁要摕去害人？我要摕去衙门做证据。小慧兄，我拜托你，你害我，莫甲我摕去做证据，好无？爱我害你，会使啊，只要你改邪归正，莫搁害人，我就答应你。好啦，我袂搁害人啊。你爱记的哦，做歹人未必做好人较好哦。
孙大，你今仔是咧欢喜啥啦？甲你讲，我有法力安尼，什么法律？我要隔空取物，甲你辛苦的物件起来我的袋仔内底。莫背啊，莫背啊！我捌你足久的啊啦，莫你唔相信哦？我摕互你看。要不你去倒去路边捡一只药罐啊？这毒药对金花伤奇怪，啊若无，唔知要死偌济人啊！好啊。袂用啊！哎呦，虽然大，这是救人上重要的证据呢。来听。袂用啊！我有答应过银行啊，只要伊改邪归正，做一个好人，我绝对袂甲这个证据交互别人。迄个歹查某的话，你也会相信伊哦？当然相信啊，伊会变做好人。虽然大啊，你的一念之差害死偌济人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来，手痛着我算一命。恁妈这步比你的法律更加厉害。你知影这个证据会用救偌济人哩无？真的，你做干的呢？好啊，我也无爱甲你搭水果啦，我要赶紧来救人。算命先生，你唔去算命，你走来讲长告状，你真爱管刑事的。大人啊，人命关天啊，唔是我福州师爱管刑啊事啦。即马吼物证也有啊，人证也有啊，请大人啊秉公处理。大人啊，迄罐毒药啊，你应该捌看的哦。这罐毒药你是伫倒位来？大人啊，迄罐毒药为倒位来？你问这小和尚就好。孙大，你甲官委啊讲这款动物的毒药，你为倒位来？大人啊，这罐毒药吼，小和尚啊，你唔带事业念经，无惜本分，来人啊，拖落去东北40大板。关老爷，你莫想讲你跑我40个大板，就会甲我吓惊着。我只要是甲你讲，这罐毒药是当日讲因老母交李金凤，甲伊杀人庙口的毒药。假使若唔是我主动吼，昨个人搁要加死3条人命啊呢！你敢有亲目睭看到讲当日讲因老母将这罐毒药交予李金凤？无。大胆！既然你敢无亲目睭看到，你哪样讲你是真正？大人啊，迄罐毒药啊是当家的，你哪会无爱去问当日讲因老母啊？当日讲因老母是你的小话，你想要甲暗无？你莫想讲我唔知咧。大人啊，是毋是当日讲因老母甲这罐毒药交李金凤？你会使甲因来审问啊？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袂讲白菜啦。对啦，大人啊，迄罐毒药啊是毋是当日讲因老母交予银行的？你都叫因两个来审问，安尼自然案情就水落石出。这个案件唔免你教我安怎样办，我自然会详细调查。快等！报地师傅，小公敢若剩半年的性命尔，若是有可能，我愿意甲我的血寿分予伊一半，予伊会当加活几年啊。你是一个妖精，哪有血寿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你莫痴迷妄想了。若是无可能将我的血寿分予伊一半，报地师傅，你一定要救小公。林龙，小公中毒是自作孽，我有想要救伊，也毋过我实在是无办法。报地师傅，你自闭，我请你一定救我好不？你是毋是搁放毒害人啊？阿娘，无，你无放毒，都是我放的。报地师傅，请你处罚我。银凤，昨昏我叫你去屠杀当年迄款毒药，已经有一个小和尚摕去衙门做证据啊。什么？迄个小和尚无守信用，伊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改过自新做好人，伊绝对袂甲迄款尔摕去做证据。银凤，你叫迄个小和尚骗去啊！四川当家一世英名，我看全部要毁在我的手头。互我去自首，所有的罪过，互我家己人去承担。袂用的，阮后，你还照看小公，也是让我来去。我的师傅，
小公只有剩半年的性命，我将伊交予你，我希望你会当来帮助伊行完最后人生。阿弥陀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施主，你会当承认错误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小公。文宏，师父，什么代志？咱来走。师父，咱要去倒？美丽洞是我修行的所在。多谢师父慈悲。阿弥陀佛。阿娘。你把小公，你抱给师父去你去倒。但是小公的物件安尼，你若讲我伫个厝的，我记得足好，知影无？娘。师父，阮来遮创啥？师父要替恁找一个大师兄啊。大师兄是啥？是阿英啊，伊有佛缘哦，师父要度化伊啊。我坐先，你是要拆算有负责性？情到放水啦，原谅我的心是多情的过头，爱的花若开嘛无效。若知影爱情这呢苦，何必当初？情这呢苦，何必当初？等海口只有更加寂寞。若知影爱情这呢苦，何必当初？无奈爱你是阮唯一的路。早知影爱情这